检验，吴俊霖嘛。拿出来过。你现在居家检疫的，你自己知道哈。好，手机先不要用，然后我们做个查房表，做完查房表就没事了。你看你。本大队巡逻员警3月30号16时20分许，在桃园区复兴路段拦查一部违规的自小客车，经以警用行动电脑N-Police 查证后，发现车上吴姓男子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列管的居家检疫对象。员警除立即依程序制作相关查访记录外，并依规定通报。经桃园市政府及宜兰县政府卫生局评估后，认为吴姓男子有再次违反居家检疫规定的可能，应有强制隔离的必要。随后由本大队协助通报桃园市政府防疫计程车前来接载，并由本大队巡逻车借护至指定的检疫处所。另外，财罚部分已函请宜兰县政府依规定办理。